对我们对枪吗？来了，我们是打仗来了。队长，是吉林一级分队，你传入我们的银行，吉林保持冷静。为什么要对我们用枪？为什么对枪？为什么对枪？为什么对枪？啊！哎，你们是保护人民的，对人民开枪的是吧？啊！吉林保持冷静。那你把枪收了。枪为什么要对着我们？哎，你们如果枪不收，我们是一支分队，请你们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保持克制。你们对着枪的，咱冷静啊！为什么要对我们用枪？请你们马上退出我警戒区域。同志，啊，枪是对我们的啊！警戒区域，请你们马上退出警戒区域，派你们的领导将你们的意愿反映给我们的上级，请你们现在立马退出我们警戒区域。领导呢？您咋不让进啊？然后您拿枪过来对付我们干啥？现在你们已经闯进我们警戒区域，请你们马上退出去。请你们马上退出我们警戒区域。你们第一下，你们谁是代表？全是代表，我是代表。你们谁是代表？过来跟我说话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？可以代表跟我交谈。全是代表要见司令。你们稍等，这个消息我们马上向这个上级反映。我们要见司令。对住墙呢，对住墙。来，把这些照上了咱们。我们这边有命令，如果一旦看见这个地方，啊，我们要执行命令。不对，不对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？我们可以跟上面商量。希望大家，希望你们情绪稳定一点。我们领导马上过来。赶紧过来！过来，领导过来。你把领导叫过来。